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商务航空伫7日时阵，伫日本发生机班引擎甲调度出问题，董事长张国伟透明无困过使飞行机，民航局拢要查。今早起伫台南有一对母仔囝，互一台倒滑的轿车撞着伤，这3岁查某囡仔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台中一个老爸甲5个月大后生肾水配肾甲乌青，社会局已经提前医院申请保护令啊。商务航空7日伫咧日本成田机场发生机班引擎甲调度出问题，引起旅客不满。这民航局昨开始伫调查。商务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对媒体表示，讲伊透暝拢无困，而且透早呢，佫驶飞机转来，敢有违反着这飞行规定？这部分民航局赶快要查。交通部长吴国才指出讲，对商务航空这件事件会当看出，这航班甲人员调度拢是有困难，北比航线敢要佫再增加，这部分也要爱思考。为了解决商务航空东京飞台北航班延误的状况，商务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初七第一时间带机师飞日本，亲身驾飞机开转来台湾，要挽救形象，却因为这个讲法引起外界注意。啊，你看我也没办法，我也要自己亲自。对啊。昨天到现在我都没睡觉，从3点开始搞。传出都是张国伟家己讲一暝无困，引起民航局要甲张国伟列入调查，是毋是有疲劳驾驶，还是超过执勤时间？啊，毋过传出民航局要查的毋哪这项，包括商务航空客机转降过程、飞机操作是毋是有符合标准，也甲日本塔台是毋是确实同意起飞又搁取消，这些拢要查。星宇在这个成年是有代理公司哦，那这个代理公司是不是有完全发挥沟通的功能？其实我觉得我对这点是存疑，因为两边要沟通的时候，可能机场讲的方式，透过中间的这个代理的公司做一个这个协调的时候，是不是星宇听到的是一样的事情，还是有些误会？我觉得这当中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方向。对于商务航班满分，民航局表示要求商务航空随检讨改善，目前各项程序拢在进行。商务航空表示会全面检讨接受指教。对于旅客甲社会大众会失礼，张国伟阁宣布来回机票专业退费，赔偿金额至少570万。不过专家认为商务这个判断失误，凸显敢若3台 A35空的商务无用稳一个失误。当初判断失准造成他的后面的应变的处理不是非常的理想，它的调度太吃紧了哈。我看起来，如果洛杉矶的飞机必须要靠我们的 A35来飞的话哈，它大概有2架困在日本，它就没办法正常的去做洛杉矶的航线的服务。那这个影响都是连锁，它还要继续扩充北美的这个航线哈。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机师哈或是飞行组员够不够？飞机够不够？这个是决定它是不是继续扩充航线的一个基础了。我想这部分也会在我们后续在核准航线里面会做一些考量。专家认为，商务航空航线拓展上紧，建议天候机队扩大，飞机有够，甲机组员会当支援，才有法度避免航班延误这个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车路顶头，不管你是驶车或者是过路人，都要特别注意。行政署对初开始全国实行轿车、奥多摆唔让过路人的执法，不过也是有民众互弄死。今早起呢，伫台南就一对母仔囝过车路的时阵，互一台被倒滑的轿车撞到，这3岁查囡仔当场昏迷不醒，妈妈是加入去车内面，这囡仔送到病院了后，有关是救不回来。妈妈看3岁查某囡仔行伫板北线，2个人的后壁有一台轿车被倒滑，速坡减速直接弄到2个人，查某囡仔当场昏迷，妈妈放加入车底。他们是同方向啦，他是说没有看到他，那个肇事者说他没有看到他们要走过来，就知道砰一声，然后小孩子哎一声就不见人了。热心的民众帮忙通报消防局，也有7-8名查甫人赶紧跟车要救出家伫车底的母亲，2个人黄金急送医，遗憾的是3岁查某囡仔当场死亡。当地民众指出，这个路口行车无让行人的状况不是头一摆，立即封锁现场，将伤者送医急救。幼童不治，本分局依过失致死罪嫌侦办。警方将肇事的驾驶以过失致死罪嫌侦办，呼吁开车经过路口注意慢看停。那前立委地保清的太太也伫顶个月离世，经过桃园区三平路2段甲民生路口的时，后驶轿车的细工女子弄飞，造成大腿骨头支气，淡薄脑震荡，要休养几个月。当他走了没有几步以后，就被车子撞到，那么已经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还有骨折。
警政署也为初一起，全国干部路口无停让行人大执法，高雄为初一到初七，此地无停让行人有486件，台南是187件。警方也提醒驾驶经过路口一定要遵守规则，尤其倒弯时阵，较会因为下条影响行车时线，更较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头一批这女性教调后备军官有14个人，今仔日伫汤圆背地参加5天的教调，有一寡课程是含查甫做伙训练的。因为去年这志愿士兵做到一半无想要做的人有4000多人，这数字是这几年以来上界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这情形会愈来愈严重，若像本身无意愿也袂改勉强。廿号山有行李，头一批女性教调后备军官车备早起，伫汤圆市北德区的战术位置办理报道。虽然拢是主管报名，不过也是有人感觉紧张。陪同报道的红婿是表达专业支持。女生也是第一次有教招这个东西，对，所以蛮紧张。去年才退伍了，去年才退伍。会不会觉得说回来重温一下部队的那种感觉？很棒。这批14人专属报道会参加为期5天的专长调训，分别是报道编成作战计划演练、实弹训练、专长复训4大项目，会伫守备区域内进行行军训练、甲作战计划演练、甲男性同齐编组无分别。跟男性的课程是完全一致的，那只是说在生活的管理还有照顾方面。有针对女性同仁的一些需求。女性教调有希望提升后备战力，不过根据国防部统计，111年志愿士兵无适合做兵人数达到4066人，创最近几年的新高。其中个人申请就占92.4%，包括生涯规划占43.2%上济，过来是适用不良占35.2%，家庭因素有16%，少子化因素。国防部长邱国正认为，状况愈来愈严重，国军会继续强化调务。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意愿的话，我勉强不得的。就像一般人在外面工作，可能他需要这个转换环境一样，可能这种事情是难以避免的。学者认为，国军提悬调务吸引力，毋若为薪水开始，安怎将人才放伫适当的位置，提升成就感也真重要。那明年开始义务役会延长做1年，有一寡少年人无定着会利用较长的服役期间，思考敢是适合部队生活，无定着也对提悬转做志愿士兵的意愿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头一批黄山雨已经来到为台湾各地头拢有落雨，其中呢，这中部地区上界明显。水利署表示讲，这2天落雨，全台湾水库有增加1600多万吨的这水量，其中以这日月潭也有不少水库上济。不过南部的这詹文水库和乌山头水库却是真有限，大家有关是爱欠水。落雨了后，日月潭吸引游客来这翕相。受到这波黄霜雨方面的影响，中部地区雨量上多，日月潭的水位也对顶礼拜741.08公尺上升到741.5公尺，增加2.28%的跳水量。水位恢复的不是很高，一个环境景观是稍有改善哈，但是整个旱象其实也还没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状况。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初7、初8这2天，全台湾水库入水有1664万吨，其中入水上好的是日月潭加雾社水库，加起来有420万吨；第二是德基水库的350万吨。另外南部的詹文加乌山头水库总共入水120万吨。水利署讲，虽然这波落雨因讲是今年以来入水上最一摆，不过也无多来改善整体可坏的情形。这一波的降雨算是有些微的注意，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下一波的梅雨，甚至还希望能够有西南气流或是午后雷阵雨。水利署讲，南台湾的雨势是较散散，而且主要落伫边地，主要集水区入水有限，也是无多解决可坏问题。以设备来讲，詹文水库跳水率也是只有6.5%，南部水情依然是真严重。詹文水库的一个满水位的一个那个容量是5.08亿吨的蓄水量，但是它今天才进100万吨，那大概是很少的啦。南区水资局讲，这波方面即要结束啊，只好其他下一波方面会用路较侪雨。另外，即阵的控坏做法也是照常来一平，确保民生用水伫大家地进前供应无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中，伫咧台中呢，有一个老爸，真有可能是这5个月大的后生，抑阁是婴仔一直咧哭，就甲肾水配肾骨落下，家己边仔姐弟仔是惊甲唔敢讲话。这段影片伫网络见光了后，警方有介入，社会局也有处理，目前是依照社工的职权，摕这婴仔申请保护令。这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互爸爸双手抓着，也毋过爸爸煞处处连续拍几下脆皮。查甫婴仔愈看愈大声，爸爸的手煞无停，造成查甫婴仔面几个所在乌青。边仔也阁有一对姐弟仔看到规下过停，惊甲毋敢出声。有网友伫面册社团抛出这段画片，翕的时间是伫这个月初一暗8点左右，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其表示正与南部处理事情，母子人身均安全，小孩目前无恙。将于近日至所内说明案情。警方确认查甫婴仔安全，车被采去前往查甫婴仔爸爸姓江查甫人上班的公司进行了解，也毋过并无找到当事人。消防局接到警方通报了后，也进行调查，发现姓江查甫人甲太太并无大做伙，两人分别照顾4个囡仔。查甫婴仔本来是甲爸爸大做伙，案发了后已经由妈妈接走。消防局也确认甲爸爸大做伙的另外2个囡仔拢安全，调查了后交予妈妈亲属照顾。那为了保障4名孩子的人身安全，社工会依职权申请保护令。那目前也在跟案父讨论是否有其他照顾资源来协助案父照顾另外2名孩子。台中市家防中心表示，除了以职权协助申请这名查甫婴的保护令，将对爸爸教养方式不当，也要求接受亲子教育课程。若果有类似的行为，会以违反儿少权法罚6至60万罚款，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恒春有一个有职照的灵母呢，去年12月照顾一个8个月大婴仔，过无3天尔，这婴仔的脑部甲目睭就出血。这病院也诊断讲，这囡仔脑部是去抵着这永久性的损害。家长也质疑讲，这灵母是甲囡仔苦毒虐待。虽然灵母是唔承认，不过这监视器画面已经是无去啊。不过警方用几个月时间去找到这个关键影片，发现灵母确实有虐待行为，地检署也依照重伤害罪，甲这个灵母起诉。倒伫病床顶，规身躯看起来真烂。一个8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去年12月送去灵母因兜过3日，术后发现脑部真侪所在甲目睭膜拢出血，经为恒春送到高雄的病院开2解刀，状况表示概不乐观。医生评估是永久性脑伤，那家长怀疑囡仔互苦毒，包括脑神经全部都已经受伤程度很严重了。然后鉴定科那边确定就是说，这个是连续撞击，这一定是在短期这些急性的撞击几次以上。我接电话了。灵母亲开始讲囡仔是细身躯卡着伤，佮讲监视器画面消失。按照警方无放弃，开个月时间恢复档案，一个看，找到关键影片，报请检察官侦办。深入追查了后，发现灵母有甲囡仔倒头栽，甲脚掠咧乌白片、乌白屑。佮甲婴仔大力揪起来，才塞登去面床顶，或者是乌白袖、乌白屑伫涂骹，地处囡仔头壳弄着伤，检方依照重伤害罪，甲灵母起诉。那因为对男婴哭泣会感到这个烦躁情绪失控，那因此就对男婴有加以这个抛摔，认定书信保姆设有刑法重伤罪那并且依照儿少条例应该加重1/2那于日前提起公诉。书信保姆立即停止收托，那除此之外，也将书信保姆人在照顾的孩子转介到其他的一个保姆来提供后续的照顾。官府表示，这个灵母甲因翁婿伫民国104年摕到合格证照，伫徛家提供照顾囡仔服务。代志发生之前，要接受1年4届访视拢无问题。安那代志发生了后，官府已经停止因翁仔某继续照顾囡仔，接落来会照调查结果来处分，嘛会协助翁仔的家属伫经事、法律、医疗等等必要的所费。记者王秋婷、陈显坤屏东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加冕典礼场面是真大，不过有反对君主制抗议者伫场外示威，总共有52个人互抓起来。只是讲这场加冕仪式，有个人欢喜，有人认为讲已经过时，反应真冷淡，甚至有人认为讲就要脱离英国的君主制。
穿着红色的衫，发着口号，民众举着标语抗议举办典礼。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典礼伫当地初六举行，真侪民众举着英国国旗，激动庆祝70年来头一届的加冕仪式，严格反对君主制度的组织。共和国的成员所组织伫游行路线边抗议，意图更加支持民众冤家。We believe that Britain's head of state, the highest public office in the land,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 people based on merit, not inherited and imposed upon us without public consent. 最后，警方用可能扰乱加冕游行做理由，伫街仔路陆续逮捕抗议的人，当中52个人，而且甲因拘留将近16点钟了后，才甲因释放。这场典礼包括大英国协成员国，嘛就是由英国旧殖民地组成，包括56个独立国家，拢总有200多个国家拢来庆祝。有一寡国家到即马阁奉英国国王是国家元首，也毋过真侪国家的民众无啥感觉。I'm an old school royalist. I do love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 and the Brits do it very well, and we're here to celebrate. Charles's coronation does not matter much to me because I don't feel the significance. And I think it's more of an older generation thing. I think the younger kids growing up toda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royals, and we don't really like Prince Charles, to be honest. 这场典礼共要所有王室成员拢有出席，也毋过哈利王子煞是一个人出席，而且伫典礼结束无偌久就自车离开。伫暗头的加冕音乐会嘛邀请真侪明星出席，歌手凯莉佩瑞穿着金色礼服登场唱歌。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嘛录伊开美军二战上闻名的战机影片，邀请佫王座伊的飞行伙伴，当然老牌歌手莱诺里奇嘛有上台，互现场2万民众甲贵宾看甲真欢喜。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美国德州呢，这礼拜时阵，伫墨西哥边界一间移民中心附近发生轿车撞到人阵，至少有上无7个人死亡悲剧。对轰撞这移民表示讲，凶手甲因撞到进前呢有甲因骂。另外，伫拜六，伫这个达拉斯这个所在有发生枪案，犯案的凶手落被互警方当场弹死。这凶手真有可能是白人右手狙击者，目前案情还佫伫咧调查。事故现场物件落甲几头卡，造成事故车辆玻璃拢已经破了。美国德州甲密西哥小华城镇布朗斯维尔礼拜发生汽车去撞到真侪人的事故。迄天早起8点外，一个10人开修路车开真紧，开对一间移民中心对面的公车站，真侪单车的乘客闪袂赴，真侪人互车撞到。When the officers got here, they could confirm that there was approximately 7 people that were dead, and about 46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with minor to major injuries. 罹难者部分是移民，警方已经将这个造成事故司机抓起来，指控伊懵懂开车，并且同时调查伊是毋是涉嫌超工去撞人。啉烧酒开车也是车辆失控，也毋过有看到人讲，嫌犯事情也不骂这受害者。Fue de repente porque una señora pasa en un carro y nos avisa que nos apartemos, nosotros nos apartamos y fue en cuestión de momentos, pues el asesino venía en el carro señalándonos, insultándonos, diciéndonos cosas como que motherfucker, no sé, cosas así que no entiendo. Cuando se acercó. 布朗斯维尔是甲墨西哥小湾，多数拉丁美洲的移民会对当地入境美国。悲剧发生的时间点，拄好是美国拍算取消以防疫为理由，有在也是驱逐移民的第42条规定进前。德州当局烦恼，到时阵大量移民入来了后，这经济可能会更加紧张。遇到伫个弄人事故前一天，德州达拉斯一间购物中心才爆发大规模枪击案，造成包含一个凶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9人受伤的悲剧。检调人员随后指出，凶手是一个33岁男性，犯案时所挂的徽章甲伫进前社群网站的发文，疑似甲白人至上主义有关系。也过详细犯案动机，由等待进一步调查。总统拜登是搁在呼吁国会通过枪击管制法案，禁止攻击性的武器，用个装真侪枪支的枪支盒仔，实施背景调查等。不过路透社报道，尽管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背景调查，不过参众两院依然是无共识，通过可能性无悬。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伫南韩甲总统尹锡悦举行峰会，讲到日本过去呢对南韩人民统治，伊的感觉是内心真痛苦。另外，针对日本要甲这福岛核废水排入去海里，南韩表示反对。会谈了后呢，日本同意南韩这个月组团去到福岛视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南韩第一站是去首尔市东区区的国别首尔现场县，向韩国全国宣电，献花烧香对义，这是为2012年10月亚人加干了后，日本现任首相过12年过来遮。迄一天，伊甲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峰会，讲到日本过去对韩国视频的过去。暗过第一电话，有示威民众伊完认为日本应该为非法占领朝鲜半岛回失的，可反对两国强化军事合作。私自身、当時、厳しい環境の下で多数の方々が大変苦しい、そして悲しい思いをされたことに心が痛む思いです。 과거사가 완전히 정리되지 않았다고 해서 이런 현안과 미래 협력을 위해 한 발짝도 발걸음을 내디뎌서는 안 된다는 그런 인식에서는 벗어나야 합니다. 两人也对福岛核废水排放的对话，南韩对日本政府决定今年将福岛第一核电厂废水透报了后，排入大海表示反对甲遗憾。两国领导人会后已经同意派专家去日本视察。 후쿠시마 오염수 관련 한국 전문가들의 현장 시찰단 파견에 합의하였습니다. 과학에 기반한 객관적 검증이 이루어져야 한다는 우리 국민의 요구를 고려한 의미 있는 조치가 이루어지기를 바랍니다. および韓国国民の健康や海洋環境に悪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形での放出を認めることはないこと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民众当局已经是不可逆加速核武国家了后，日本、南韩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包含美日韩三方联合军演。日本是今年G7轮值主席国，岸田已经邀请尹锡悦参加19到21的领袖峰会，进行美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谈。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 讲到土耳其的总统甲国会大选伫5月14日举行，对3月以来这民调显示，这反对党候选人基里达欧鲁呢是赢小可赢目前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来讲到这埃尔多安已经是执政20多年咯，敢有机会互伊这任期来结束呢？大家是真关注。那选前做些活动，双方拢提出政策要来写民众，不过候选人得票数若准无过半只，5月28，搁再进行第2轮的投票。 Diyorlar size biraz geriye doğru geçin. 土耳其左派共和人民党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当为党魁基里达欧鲁造势时对人遭到攻击。伊马莫鲁指控执政党要求警察卖介入。 Bir vardık tabii bir baktık her yerden taş, her türlü taş yağıyor. Hilafsız görüntülerde de var. Polislerin hiçbirisi kılını kıpırdatmadı. Bu bir talimattır. Bu bir talimattır. Bunun adı başka bir şey olamaz. Müdahale etmeyin talimatı. 为3月开始的民调，反对党候选人基里达欧鲁一直呈现小可领先执政党候选人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状况，只有2摆超过50%。根据5月7日的最新民调，基里达欧鲁的支持率是47.4%，埃尔多安是45.6%，基里达欧鲁小可赢1.8%。执政党正义发展党意向方看作右派保守派，以批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甲酷儿。伫5月7日，史上上大170万人到场的造势活动中，救我保守派选民。CHP, LGBT'ci mi? AK Parti asla LGBT'ci olmadı olmaz. Korkunç yalan, zalimin 基里达欧鲁的造势场合也是真热血，伊对选民比出爱心。 Ve Türkiye Cumhuriyeti Devleti'ni bir kişiye teslim etmeyeceğiz. Bir kişinin iki dudağından çıkan bir sözü hiç kimse kabul etmeyecek. 土耳其总统大选民调，两边投票率会当讲拢无超过50%，战况继续无明。不过，那伫5月14日选举，所有候选人的得票率也是无过半，安尼第2轮投票会伫5月2日举行。公视新闻新乐报对应。
继续来看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讲到这罗西亚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进前就捌公开表示，这罗西亚的国防部甲参谋总长是真无能，造成因前线欠武器，因准备要撤离巴赫姆特。不过，隔当天这瓦格纳的领导人说解释，讲罗西亚政府已经答应讲会提供因需要武器，也继续留伫咧巴赫姆特。在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公开怨恨俄国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无能，互前线欠弹药，互因遭受无合理的损失。佮表示要为乌东巴赫姆特撤离了后，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切切解释，讲已经得到俄罗斯国防部承诺，会提供充足的弹药。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мы получили боево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впервые за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в котором, если убрать секретные данные, в сухом остатке следующее. Нам обещают дать боеприпасы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столько, сколько нам требуется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альнейших действий. 普里戈金阁指出，美国伫营地巴赫姆特采取因认为适合的行动，暗示瓦格纳集团会继续留伫巴赫姆特作战。进前捌被指名要接受定地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也发声呼吁瓦格纳到阵战斗。ЧВК «Вагнер» и его отряд, я сказал пару слов, поддержа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гнера, чтобы он больше не вел себя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Я думал, что он. 只是乌克兰有了真紧会展开反攻。扎波罗热地区伫目标收回领土之内，由俄罗斯控制区域的一名俄国官员切切表示，已经为核电厂附近地区撤离差不多1679人，其中有660个囡仔。负责监督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警告，这个欧洲上大核电厂附近的情形愈来愈歹预料，可能有暗藏的危险。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美国行政部的资金到6月初就特别打底，不过要甲这政部上限救援，却伫国会受到阻碍。拜登总统初到伫北京调集两党的国会高层来讨论。也那财政部长叶伦初是搁再警告，国会爱随有行动，避免违背契约，免得影响到全世界经济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初七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时事节目中提出严厉警告，指出必须尽紧通过提悬债务上限，若无可能造成债务违约，引发财政甲经济混乱。只有国会采取行动，才可能避免这场危机。It's Congress's job to do this. If they fail to do it, we will have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atastrophe that will be of our own making. And there is no action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the U.S. Treasury can take to prevent that catastrophe. 美国今年预计就到31.4兆美金的欠债上限，财政部采取非常规的做法，继续维持政府的运作。不过耶伦警告，现金6月初1就要用完啦，危机是就在眼前。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4月底通过提悬债务上限的法案，内容结合大规模削减开支的做法。不过拜登总统甲民主党人拢拒绝接受。拜登初到会伫北京甲共和党籍众议议长麦卡锡参与少数党领袖麦康诺甲国会民主党高层会面来讨论，表示愿意伫新的上限通过了后，甲国会协商削减开支的议题。民主党籍参与多数党领袖舒默伫参与推动无条件暂停政府债务上限2年的解决方案，不过参众两院共和党人拢无支持。舒默指控极端派共和党人提债务上限甲违约危机来做威胁，危及社会安全保障，互6500万的退休族陷入经济困境。美国国会两党对着债务上限孙权对立的情形，因讲是例行的公事。对1960年以来已经提悬债限78摆，前朝川普政府也有3摆，多数时阵法案拢得到跨党派支持通过。这摆强局加浸透一摆国际违约的可能性。美国国债一向被看做上安全的投资目标，世界金融体系基础。美国专家分析，一旦国债来违约，可能造成830万人失业，美国大落，效应可能冲击全球的市场。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拜登政府按算要比较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是先提供予台湾价值美金5亿的军事设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是因为咱甲美国买的武器有真侪项拢延后交货，所以美国要先提供价值美金5亿的武器来做替代。
针对进前的美国众议员莫顿就捌提出讲，即中国拿准来拍台湾，美国会把即台湾的台积电毁掉。邱国正是搁再强调，国军会守护人民、守护任何主权甲设施，不互这款的情形发生。所以他们哪一个讲要炸这个，那我们国军怎么会容许这种状况呢？美国众议员莫顿顶日来提出中国若拍台湾，美国要甲台积电炸掉的讲法。国防部表示，绝对袂容忍这种情形。今嘛有风声讲，美国拜登政府按算比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5亿美金规模的军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5亿美金毋是军购案，主要是针对美军军售延前交回的项目，优先保护台湾。因那时间点爱美国这边来公告。这个无意，他没有在军售里面有的军售了，有武器装备延宕了，延宕以后他可能会把现货或者以其他替代方式来先做一个救急或弥补。两化情势严重，邱国正捌伫咧备询的时阵讲，2年前若是 B 级，今嘛已经升做是 B+ 的等级，国军无放量的空间。不过最近真正传出有军人涉及强谍案，还阁签效忠中国的誓约书，传出法务部甲国安单位建议，要伫咧国家安全法成立对一般的民众归顺中国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这是对我们全国老百姓不信任的一种行为，不可以立法。我对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都有信心。黄世宽对全国百姓有信心。邱国正虽然无做评论，不过强调讲军人的身份是特别敏感，无允准归顺中国的行为。因若敢是支持恢复军事审判，邱国正表示，军方袂当讲是乐见其成，司法审判甲军事审判拢有优点甲缺点，需要经过各方的讨论才来做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今去到党中央登记要参选2024年总统，甲国民党的合作干真正是无望的。郭文哲是无甲话讲死，不过拿赢也是希望讲会当有合作机会。咱来讲到副总统赖清德呢，是去到台南出席8点5亿对书纪念会，伊也呼吁台籍就要共同合作，对抗集权主义。台湾的选择靠完整。民众党主席郭文哲7月到党中央正式登记参选2024总统，是毋是代表国民党期待那白合辉的大联盟正式破局？郭文哲无甲话讲白，敢若讲合作毋是门关起来讲就好，理念无共真歹合作。当然，我们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但是这不是流于密室政治的权力分配。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也不会支持。若是副手人选郭文哲表示会向天下征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持续化团结合作，无放弃拿白合的可能。不过，即马拿赢人选也未决定，对郭文哲参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柯主席有自己的想法跟不做，我们要给予高度的尊重。伊伫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7月日下访问传统产业，联电盐湖副董事长宣明伫暗时邀请南位食饭，外界解读是挺贵派参会。不过，郭台铭初7暗时指控总统蔡英文捌派代表要求伊袂使买 BNT， 总统府搁再说明疫苗购买顺序，叫郭台铭唔通搁耍政治手段。今天呢，这个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也不在这里说错。也不是经济合作而已，而是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两国愿意站在一起，共同守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登去台南出席8点5亿对书纪念会，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讲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来表达和平需要靠力量，力量需要团结，希望台日增强合作，共同守护区域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也就是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罪要去封关押，未来也真有可能是袂当搁再选举。陈水扁进前有去到总统府陈情，今仔日也来到台北参加一场关系到洗钱罪修法的检讨会。针对媒体的问题，这陈水扁是无加做回应。要开始了，好，要开始了。面对媒体追问陈志忠的请款案进度如何这问题，前总统陈水扁拢无做正面回应，只讲研讨会特别开始，马上进入会场。
因为伊后生高雄市议员陈志忠触犯洗钱罪，按算在伊入监服刑。陈水扁顶礼拜星期去总统府请愿，批评触犯洗钱罪将心明参选是误解立法宗旨。特别透早亲身参加洗钱罪修法检讨会，讲是阿扁第一摆参加采访。除了刑法以外，你又在行政法搞个直流公检，这简直是我跟你讲，这是大一年级的法律课程。这个案子就属于不成熟的法案啊，我预判啦，应该立法院不会过了啊，所以也免伤担心啦吼。这场检讨会由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新台湾国旗智库举行，参加的专家学者批评民进党提联署提案的选罢法修正草案，对触犯洗钱罪将心明参选的修法内容是违反的修法，也无符合比例原则。陈水扁专程详细听，搁来做笔记，有时点头认同。那修法通过，陈志忠也无法度搁参选。知道他要去参加研讨会，他没有说要接受采访。我们了解他没有接受采访，再看怎么处理啊。台中高校表示，陈水扁有机会参加研讨会，是不是受访会搁进行了解。另外，去总统府请愿代志表示，议员在调查当中，调查结果会送校正署核定了后，再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去买物件，刚讲食一个身体出问题，敢只是讲这买物件了后，把这钱退转去给消费者，代志就会当解决的。讲到这好事多 Costco 所卖因的自有品牌进口的冷冻3种鱼，也有拿鱼呢，防检出有 A 肝病毒，引起消费者的惊吓。目前双北拢病院通报出现 A 肝感染的怀疑病例啊。行政院的消保处也已经要求 Costco 在咧5月11之前就要提出消费者的补偿方案。美国食卖场好事多卖进口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酶蓝莓，陆续互人验出有 A 型肝炎病毒，引起消费者紧张。不过好事多进前讲，国内无出现因为食到相关产品感染 A 肝的确定病例。互胸腔科医师批评讲，迄是因为台湾真罕看到 A 型肝炎，民众感冒就医嘛袂讲要验 A 型肝炎。进前有网友甲反映确诊 A 肝，怀疑就是食到有 A 型肝炎的酶啊造成的。他在平常的健检发现，哇，怎么肝功能300多，再隔1个月的验变成500多，然后后来才去诊所一验 A 肝，因为他想起来他有吃好事多的莓果，一验 A 肝发现居然就是阳性。因为好事多有问题的酶啊，至少有4.2万的会员捌购买。行政消保处是讲，到七八中昼为止，已经有接到25件申诉案件，其中有一个人表示身体无拄好，消基会嘛呼吁业者爱放量限制，好花补偿甲赔偿。精神层面上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呢，应该会在这一个以往的判决的金额更高一点，所以我们才建议说，应该在3000块或5000块以上的这一个金额啊，那这样才算是对消费者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消保处讲已经要求好事多爱伫5月11之前提出对消费者的补偿方案，希望业者会当好好处理，化解消费者的紧张甲疑虑。未来若是真正要行团体诉讼，向业者求赔偿，是由属原有是按基金会当补助消基会诉讼费用。若是新北好亲像 A 肝个案的迄清检验结果，上紧找到拜二报告就会出来。伊3个做伙大的亲人嘛捌食到有问题的酶啊 A 肝病毒抗体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已经排除急性 A 肝病毒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寒天时啊，水果草鱼红个大粒，不过真侪人拢提醒讲，这草鱼就爱家洗好清气，是因为这农药有的是头真高。消署打算讲要来放定这农药的检验标准，互日本草鱼的这个农药的残留会当合法。不过引起咱国内农民是真不满，认为政府安尼先做是上定标准，也会去影响到国产的草鱼。真侪台湾民众拢爱食日本草莓，互人验出真侪解农药残留违规。日本交流协会因为安尼要求开放农药氟尼胺甲克凡派，传出是有数当地研究放定检验标准，上近2礼拜内就会预告草案。个人注重的是安风扇是毋是搁放定啊哩？因为这2支农药残留非常的久，所以我们台湾农民也不会用。法律规定也不允许用，台湾的政府要放宽这2支农药，让我感觉到很讶异。变得有2套标准呢，那日本的农民可以用这个有毒的一个农药，那台湾的农民
这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哈。一粒一粒看起来红佮好食的大乌草莓，拢是大乌草莓农民采用优先栽培，佮讲拢遵守农业残留标准。结果农民得怪是药署替日本草莓解套，明明拢是草莓，煞有两套标准。苗栗当地立委嘛呼吁是药署无应该屈服政治压力。呼吁食药署悬崖勒马，马上停止准用那2种农药的任何的步骤。严重的话，还要让它停止进口。草莓农是讲，科番派是中等度性的砂糖剂。若做日本草莓会当使用2款国内草莓禁用的农药，未来可能因为消费者分别清楚国产还是日本的，和国产草莓煞无辜受害。食药署进行发布新闻稿回应讲，农作物残留量消体试验这资料参考国际标准，因为风险评估结果经过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依法回向农委会经260天后公告。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疫情当咧严重的时阵，大家拢接洗手、挂嘴安，而且拢会去除酒精，所以去治疗这流感的人就是数量是较少。虽然讲这疫情渐渐稳定啊，不过这流行感冒甲肠仔病毒却是开始压起来。疾管署表示讲，未来2礼拜这流感疫情会继续来加悬。另外天气开始愈来愈热，囡仔的肠仔病毒病例也愈来愈多。医生也要提醒大家，就要接洗手，注意卫生。英国流感的高峰大约伫2月份、3月份就下降，不过今年煞反常。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有将近6万人，小儿科医师嘛发现讲，有真侪民众发烧、身躯酸软，就是为着新冠肺炎，一检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你即马武汉肺炎无去啊，但是大家喙炎较无咧挂，手较无咧洗啊，当然流行感冒就走出来啊，因为去年、前年根本就拢无嘛。林应莲表示，大部分民众拢是去年10月做流感疫苗，效果差不多半冬，即马保护力差不多拢降低啊。虽然加减有效果，但嘛是要注意卫生。疾管署嘛分析讲，未来2礼拜流感疫情会继续升。除了流感，最近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嘛有相关的趋势。肠病毒是热天的病，所以有当时啊，咱即马开始是5月啊。5月了，普通即个肠病毒会到差不多6月会高峰期啦吼。林应莲指出，若囡仔出现水泡、红点，就可能是肠仔病毒。肠仔病毒来讲，71型是上严重的。伫国内，目前有2间药厂摕到药证，上紧7月就通自费注射。记者陈文正准由台北采访报道。伫半暝的时阵呢，宜兰南方澳丹真芳香店发生火灾，加赛所有人拢救到送病院治疗。这场火灾是过2点钟才甲拍花，才有可能是烧拍电所引起的。半暝时阵，民家的4楼山大火烧起，消防队赶到现场灌救，搁设法要救人，因为有4个住户等待救援。火焰真大，消防队员扛铁腿爬起3楼露台，甲人一个一个救出来，搁赶紧送医。好佳在的住户拢知人。这边反正2点外，宜兰南方澳出名的丹真芳香店煞火烧厝，消防人员用2点钟才把火拍花。天光了后，遂开始调查导火原因。起火处在那个1楼楼梯间的那个下方附近。那起火原因我们初步看，它现场是有一些电线。电线有可能有短路的迹象。这间香店已经营业超过50年，互人救出来，其中一个住户陈明珠伫地方不正有名。伊的面册顶悬放少年的时阵做实的相片。10月份时阵，陈明珠参加农业机械训练班，结婚了后到各地示范操作。民国58年，政府响应粮食生产运动，都特别甲伊操作经文机的相片印伫1块的纪念碑顶悬，真有意义。做人非常的好，而且对公益非常的投入哦。当了爱心妈妈，当了好几10年。厝边讲，陈明珠平常时都真热心，好研究。即届拄着香店发生火灾，好佳在甲亲人一家伙4个人拢互救出来，敢若小可砸伤。但是导火原因，警消爱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绿岛旅游大会已经来到位，也来讲到这绿岛海面长途游水的活动呢，因为疫情解封了后，今年定伫咧5月28日来举办，预估会有1200多人住伫绿岛顶台饭店甲旅馆。东海华国家风景管理处就讲，这4月有42000多人去过绿岛，比去年增加2成多，也来这代表讲这观光人潮渐渐回来了。
迎接绿岛旅游大会，绿岛乡公所委托畅水教练将绿岛的海底油桶重新清洗和安装转去。绿岛之心也在最近完成清洗安装，准备迎接绿岛观光的人潮。公管处统计，顶个月到绿岛旅游人数有42000多人，比去年4月疫情期间加出2成。台东观光协会也估算，今年1月到4月，台东县饭店平均大房率有5成以上，看好今年台东的观光发展。我们今年因为解封的关系，到台东来旅游人次有增加的趋势。绿岛乡公所为刺激观光，每年举办的绿岛海上灯影，今年在5月28恢复盛大举办。因为疫情也解封，绿岛的饭店和民宿已经开始有游客预定来参加。目前报名人数有1200人左右，也有民众想要报名，乡公所特别延长报名时间到5月7日。那今年的人数会增加，是因为大概有一种报复性的这个旅游，还有确实可能所有爱好这项运动的都非常喜欢回绿岛这个娘家。绿岛乡公所表示，绿岛目前有2个海底油桶，每年缴出3万多张的海底明信片，带来200多万的观光产值。最近陆续重新清洗和安装灯海底，这个月到绿岛参加灯影的选手，等顺手缴出海底明信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客家中社的送工灯，这个送工灯一向拢只有查甫的成员尔，不过因为这个人口流失严重，今年拍破传统有6个女性成员来加入，而且因表现出来气势也袂输查甫人哦，咱做伙来看卖。一个拍练刀，搁来一个挺腿，动作溜俩有气势。这是台南市客家区已经有上100档历史的中社送工灯。即马有老中青3代成员来咧传承送工灯，甚至有6位女性拍破传统来参加。虽然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说那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先来。可是因为去年时间很短，所以学到的东西，因为我完全没有底，所以学到的东西就是只是打出个样子。然后就今年想说，那就再来，就是把它就是学得更好。刚好今年回学甲，我之前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我比较少参与这一块，都是要参与了才会去了解。英国中社送工灯敢若互宗亲参加，佮再加上对女性的传统禁忌，所以无可能互查某囡仔加入。但也因为人口流失，为着无爱互文化失团起，在地无佮限制参加对象，鼓励大人囡仔拢来练上工，而且即摆佫有台东的囡仔专工走来台南客家遮同齐操练。台东北南那边出生，知道学甲这边有一阵，因为是这边中社宋江馆的师傅过去教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来这边交流。最后这2年有开放运动了嘛，所以我就会来这边交流。台南客家的上白搭一组祭典，去年正式获文化部列作国家重要民俗，其中出名的就是牙工灯、艺歌，也有上工灯。成员拢拍拼咧练习，就是希望伫今年的上白搭展出上有气势、上界精彩的舞阵表演。记者综合报道。八卦是台湾真重要的传统音乐，也是这部型文化资产。家己市的兴安国小伫学校内面成立八卦乐团，和学生囡仔学这项音乐的过程当中，也传承传统的文化。伫地下室内底20多名学生做伙咧练习八卦，伊是兴安国小的八卦乐团，嘛是家己市内目前唯一一间推广八卦的国小。因为那个所有乐器一起掺杂的声音很好听，很有旋律感。甲八卦的老师讲，这是传统的音乐，所以公车谱、念古诗，大项拢爱学。不过为着要互囡仔看公车谱看的惯势，嘛有去改变谱的印刷方式。上传统啊，以前老先生安怎甲阮教，阮就安怎落去教这个囡仔。啊，当然阮有教阮的谱有小改过，就是以前的谱是直的，阮才改换的，互因方便因去看这个谱。兴安国小校长讲，甲国外学校交流的时阵，拢想要向外国人来绍介台湾这项传统的音乐文化。5当前才会伫学校内底成立八卦团，推广八卦，学校甲家长的反应拢袂歹。咱要含这个国外的囡仔来做交流的时阵，咱要摕使物件是咱台湾上传统、上代表咱台湾味的物件，咱的八卦戏曲，就是最重要一件，这个可以交流的文化。这个乐器就是已经快要落后，就是快要被现代的那个乐器取代，所以我就想说来练一下。
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就是有更多人来学这种乐器。校长指出，市内囡仔若想要了解北管，拢爱等有朋友留底才较有机会。即马有专门课程，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为细汉就认捌北管所代表的台湾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东北云歌戏团这届演出的是三国戏，特别邀请京剧头生东文化来合作。这届五梁永远的戏节，较注重人物的感情，要互大家了解不同款的历史。五梁永远的迄日，用歌戏来演三国戏，更加特别的是，出名的京剧老生邓文华嘛加入演出老毕的角色。念出来迄个开口无，啊，伊完全是无共的那个念法，唱腔的那个音域的走腔有没有？腔啊，跟咱这京剧拢无共的啦，完全无共，所以讲啊，重新学习。邓文华笑讲，家己完全袂晓讲台语，背台语词的时，就一句一句录起来学。若无就向人请教，大家的演出拢是新挑战。邓美芬嘛表示，三国戏伫京剧的舞台早就是经典，即个以歌戏来演。规出戏的起头是对孔明的后生想要做家己，无想要互人讲伊是孔明的囝开始。戏出的内容嘛讲到老毕甲孔明因的后生，才会正历代心情。咱一般看戏伫咧传统的三国内面，就是敢若看到真侪伫咧战争啦、相拍，毋是安尼尔。咱即摆的即个五梁演的，其实较以人性的内在去探讨。邓美芬进前做面部客栈，做出新形式的歌戏，受各界娱乐。邓美芬讲，伊伫希望将戏剧提升到艺术的层次，改变大众对歌戏的印象。即个五梁永远的迄日。要带观众感受军神甲背景情。记者陈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法国安省家自2024年巴黎奥运的开幕刷到塞纳河边去举行，不过因为这塞纳河的水伤过垃圾，法国政府准备要用15亿的美金，大概是548亿台票来改造这条塞纳河。巴黎奥运2024年这个2月进行，法国打算要改变开幕典礼一样拢伫咧电竞场举办的传统，邀请各国的运动员甲代表团齐船出场，沿着塞纳河欣赏巴黎的风景。不过问题是，虽然塞纳河总是互人浪漫美好的感受，不过实际上8年来，明星甲工业废水拢总向内面倒，所以塞纳河早就无适合游泳。即马这条土青色的河，因为巴黎要办奥运，得到净化加改造的机会。A lot of cities are watching Paris right now because the Olympics are happening in Paris. So being able to swim here, I think, will make a lot of other cities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 in projects to be able to clean up their own rivers. 这是1935年9月初5，伫塞纳河办游泳比赛进行。伫过去几60年来，历任的市长拢有整治塞纳河的计划，不过要互人放心游泳，目前还阁做袂到。伫2024年巴黎奥运，才会办马拉松游泳加铁人3项的比赛。为了要办奥运，巴黎市政府准备了几多年，按算要开15亿美金，换算代票是548亿来整治塞纳河。We will have marathon swimming and triathlon, so for the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games, so in the Seine. And it's great because, as you said, it's been a project for decades, and that's for me a fantastic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games. Thanks to the games, we are the pos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akeholders will accelerate the work to make sure that by 2024, it will be possible and feasible to swim in the River Seine. 根据调查，有70%的当地人对塞纳河的感受是垃圾、污染、臭。不过巴黎副市长讲，即马正伫咧建立渡船设施，避免下水道的废水甲河水难做伙，去污染着塞纳河。伫奥运结束了后，这条河按算伫2025年热天重新对所有人开放。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9度到23度，
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